地獄黑仔王自殺4次變天使。29歲嘅阿斌係護衛天使嘅義工，專門幫貧困死者家屬認屍、殯葬同輔導㗎。我每一次去到殮房度，見到一啲無親無故嘅死者，佢哋嘅肢體可能係喺醫院度瞓床瞓得耐，瞓到變晒形，然後我就赫然會發現，其實我都唔知道自己幾時會係瞓喺呢度嗰個人咯。佢好似已經看透一切咁，亦都好有愛心做義工，但係其實全部都因為佢20幾年嚟嘅經歷。細個老豆就返大陸包二奶，全家靠綜援生活。阿斌成日俾阿媽打。8歲嗰年，佢飲咗半樽清潔劑，第一次自殺。死唔去，住咗2個月醫院，最後自己冇事，反而阿媽要睇精神科。過咗半年，阿媽再次病發，令到阿斌更加反叛，偷屋企錢、吸毒，中4入埋黑社會添。後嚟更加因為藏毒被拉，被法庭判感化。阿斌接受唔到事實，再自殺，2次狂吞阿媽啲藥，又再一次俾阿媽同感化官救翻。自殺3次都死唔去，阿斌決心洗底。當時父母離婚，阿爸後嚟生 cancer 病死，孤獨嘅阿斌之後識咗好朋友 Fatima。我知道佢有自殺嘅打算，佢係因為一啲感情同埋事業嘅問題咧，打算自殺。阿斌花咗好多時間開解佢，咁但係到最後尾，其實我幾努力都好，即係我有一日同佢傾下電話，佢忽然間收線，然後我去到佢屋企嘅時候，就發現佢屋企度燒炭。呢一件事即係我咁耐以嚟對死亡最深刻嘅一個經驗。好友離開，感情亦都遇到挫折。阿斌同大佢8年嘅女朋友拍拖，可惜女方覺得距離太遠啦，提出分手，令阿斌第4次自殺。好彩食藥加燒炭都死唔去。出院之後，佢識咗第2個女朋友，仲生埋個有過度活躍症嘅女添。不過最後走咗。第3個女朋友又搞到阿斌差落周身卡數要破產，要攞綜援添。經歷咗咁多，阿斌唔單止冇放棄，仲有去復康中心做義工，之後轉埋做長工添。佢依家已經冇攞綜援啦，喺 Facebook 見到護衛天使嘅宣傳，做埋義工。活在當下，好多人都講，好多人都識講，但係冇乜邊一個真係會去好認真咁樣去實踐呢4個字。死亡係生命必經嘅一個階段。我會覺得每一日嘅生命都應該係去好好咁活好佢。